继续来看美国联准会，昨来做出着悲观的经济预测，结果道琼指数大落1861点，连带冲击着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早盘一度是大落将近300点，投资人的心情皮薄彩。今仔日嘛是金矿超级股东会登场的日子，富邦金矿的董事长蔡明兴，人就甲问讲，疫情对台湾的冲击。伊讲，即波的疫情，台湾守甲真好，甲真侪国家比起来，台湾真幸运，未来乐观来看待。美国联准会伫昨讲，2022年前未升利息，市场认为讲是悲观的经济预测。美国道琼指数就随败1861点，是3个月来上惨的。今日台湾的股市嘛受到影响，擘败将近300点。澎湖概念股像台积电、鸿海、大立光，开盘的面色嘛拢无通真好看。不过富邦金矿的董事长蔡明兴伫股东会被问到讲疫情对台湾的影响，依然是充满着信心。我觉得台湾其实相对因为控制得很好，所以其实台湾的经济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。如果说台湾今年成长降到1%。也是非常好嘛，因为其他国家都负的，而且负很多所以我们算是很努力也很幸运的。富邦金矿嘛宣布配发2块现金股利，就算拄着疫情，依然是稳定的配发利息，连续11年摕到台湾金矿业每股利润的龙头。面对全世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，国内银行业赶紧做风险的控管，希望讲台湾疫情过有条，经济发展卖使白头砍的。